1960年代，世界各国兴起学生运动的风潮。当时伫左营读高中的李玉成绩真好，各项选做高雄优秀青年代表，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这引起迄当阵国民党下面救国团的注意，想要吸收伊加入组织。李玉互安排加入救国团的初级团体自觉会，熟悉当时的主席政大学生柯石图。柯石图发现救国团掌控学校的真相，想要反抗所属学校施压退学。后来柯石图串联李玉等人，创立中国统一事业基金会，简称统中会，想要让学生运动脱离救国团的控制。却伫1969年，互调查局一网打尽。伫审问期间，李玉受到严刑，洪逼得承认调查局所编的剧本。蒋介石阁亲身解判伊无期徒刑，一直到蒋介石过身，伊才通减刑做15年，伫咧1984年出狱。了后，就定定到全国的各大学办地下演讲。2年了后，见时机成熟。李玉创办《南方》杂志，为日后的亚伯合学运奠定基础。什么是转型正义？伊认为，互这块土地唔通袂记伫咱过去的伤痛，而且要拍拼，互这个代志莫阁发生。若甲台湾的苦难放袂记的人，拢会当来甲谴责。今日真欢喜吼！伫个即个看即个影片了后，会当邀请到卢游老师伫个咱的现场，甲咱观众来斗阵做分享吼。因为当然吼，咱看老师吼，逐工笑面笑面吼，但实际上吼，遮欢喜的即个笑容的背后，是用少侪时间、坚强的灵魂吼，也阁有勇气去消化。其实伫个影片内底，青春的你去面对吼，即马就是为我的角度看起来真无奈，嘛看起来足坎坷的即个事实发生伫你的身上吼。敢会当请老师讲看卖，迄当阵迄个少年的你，困一半，去互掠去，你迄个时阵的心情是啥物？你拄拄啊说明的这样，用现代语言讲叫做被消失啊。就半暝啊，弄门，然后10几个高墙大汉的查甫人走入来，入来了后，我叫起来，手铐铐咧，就要带走的。然后剩的对入来，10几个开始甲我的房间敲甲乱糟糟，只要有写文字的，拢底箱啊再走所以即摆迄一天，因问我讲你读册的时阵，学生的时代有啥物相片无？我就规悄悄去啊，要摕迄阵的相片，人拢无呀嘛。甚至为台南用日母车，安尼我载去高雄，一个行入去，因迄个招待所遐一个大厅，坐几排，几排的人拢是我的同学，因拢住伫高雄，早就拢掠来。我是为台南落来，所以我是上尾一个坐入去。坐入去的时阵，阮坐做伙，其他的同学问我讲：“过来要安怎？”会问即句话，表示大家毋知迄阵要创啥。所以，迄嘛毋是惊吓，感觉讲突如其来安尼尔。是尾啊，送去台北，一人有若关一间吼。一个人关一间内底面，
你都唔知影别人发生什么代志啊。迄段时间是人生上黑暗的时阵。咧吼，我应该先做一个背景的说明。这就是伫1963年左右，迄阵有迄个外国的学生伫台湾学中文，然后呢，伊观察到台湾的社会，伊伫报纸顶悬有写读者投诉，伊咧讲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台湾的学生，特别是规个社会，正重视人情味，讲但是对公共事务无关心，所以对无公德心。这个代志伫报纸的投诉了后吼，引起规个台湾社会有这样侪少年人的一寡反省。所以迄阵就掀起一个叫做青年的自觉运动。开始就是有一寡无共款的吼，学校甲学校的中间的一寡反省甲组织化出来。迄内面就是包括迄阵伊要毋是用笔名，叫做李毅，叫做李建英，三国李建英。过来就是讲，佫有即个政大的一个学生。叫做柯锡道，伊是真侪迄个群众运动的一寡迄个魅力，口才阁好，足侪学生咯，足羡慕，甲迄个变做伊的粉丝。连迄阵听讲谢中庭，伊还阁咧读册的时，伊嘛真崇拜即个学长，所以因迄阵伫学生的内面哦，已经有铺出来几个学生运动的领袖、领导者，煞入尾国民党的救国团本来想要利用因，要利用因来去了解讲，即无共个学校内因是安怎串联的，尾李建英就认为讲，因无要互救国团来利用因去破坏因的这个组织，所以到尾救国团发现讲，这个囡仔吼已经无法度控制啊。有诶退学伊嘛伫军中去形成这个做通中会，迄是因的组织，所以因发现讲，这个组织因已经无法度控制啊。干脆掠人所以几个带头的吼，拢去用掠。迄个时阵，爸爸妈妈敢会就烦恼滴诶。经过事后啦吼，事后我听阮妈妈咧讲，讲伊嫁阮爸爸第一遍看到阮爸爸咧流目屎，因为我是孤囝吼。厝里拢查某的，干那我一个查甫的。伫因的经验内底咧，这个囡仔无呀，因为因的经验来自228一直白色恐怖甲迄个年代，所以因认为这个囡仔较准半暝啊带出来就无呀吼。带来伊四过去探听嘛，毋知影到底关位倒，囡仔走去倒无人知影吼。因为我拢禁止对我同批联络一直到上去检委看守所，然后4个月过去开始起诉，阮才会当甲写第一张批当来处理。阮爸爸接到我迄张批了后，就哭出来哭出来讲这个囡仔伫的吼，本来因已经认为无伊嘛，这个囡仔无伊结果伫咧。当然对厝人来讲，有一种遗憾啦吼。不过对于我，伫迄个19岁掠入去关，除了对厝人迄种遗憾以外，我认为这是人生必经的路。
伫迄个年代内底发生这种代志，我的性格上是必行的路。迄一天无掠，可能过1年2年以后，我哪会掠伊？但老师，我知影吼，你伫咧学校是所有的人拢熟悉你，一个咱讲优秀的少年青年吼，还是讲少年吼？迄个时阵政府应该是想要甲你吸收来做即个最好的一个扛棒，对无？啊是中啊是发生啥物代志，你会讲理所当然，我是会去互掠去的迄个。你讲吸收吼，迄阵控制台湾的学校校园内底人甲社会青年啊吼，知识分子主要是透过救国团，所以即摆人咧讲救国团就变婚姻介绍所吼。但是伫迄个时阵是不得了的，全台湾的学校拢在由伊咧控制，思想上的问题拢伊咧控制。啊，实际上我伫高一的时阵就已经互吸收入去啊，三不五时就代表学校去参加救国团的会议，学生代表去。啊，去1遍2遍了后，伊就开始甲你开讲。你已经变做因的中间的团员了，但是去因迄内底人，我的性格上甲因一直格格不入。迄格格不入就是讲，你只有听伊的话，你袂使讲话，你袂使发言的，你袂使有意见的。啊，我毋是啊，我是无着代志，我都爱有意见的。啊，迄阵都自觉会已经称到某一个程度啊。啊，因竟然派我去参加迄个自觉会，是因派我去的哦。啊，因派我去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入选迄一年度的高雄市优秀青年代表。哇！啊，所以用这个名头入去内底。啊，去要创啊，就是去做教培啊嘛，去卧底嘛。自觉会内底有啥物代志，拢得爱回报。啊，我去的时阵，甲自觉会既有的成员打成一片。我感觉因讲的拢对啊，恁讲的咱唔对啊。救国团那边讲咱唔对，你讲的咱对。啊，所以听后我回转去救国团的时候，我说回转来讲，恁哪会讲因人因安怎拄安怎啊？是恁安怎拄安怎吼？啊，就定定相辩啦吼。辩到有一辩吼，我挡袂牢，阵用手去举迄个救国团迄个牌匾吼。我举讲，你这什么救国团，你根本就是亡国团吼。哇！所以这句话尾啊，就变做我一定爱调调的吼。啊，但是咱迄阵唔知影死活吼。所以伫问案的时阵，我一直咧讲，我也无安怎拄安怎。伊讲无安怎，你当时讲过什么话，我拢记录落来啊。所以我讲，我早晚爱出代志的。因红掠也是1969年，蒋介石迄个时阵已经无咧插这个代志。哇，这样发生伫蒋经国准备要接班，要接因老爸蒋介石的班。蒋经国迄个时代是白色恐怖掠人的部分，拢甲有关的，拢是伫伊的手的。啊，特别伊搁较重要的，利用一个救国团，用救国团啊是要来吸收这少年学生。啊，内面就是讲，本来上开始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自觉运动。是对因来讲是足好的一个吸收人的一个机会。背后就是因嘛有吸收李建兴，啊，就李建兴感觉讲，啊，恁叫我出来是要利用我嘛？你吸收我是要利用我，你叫我去做 spy， 啊来了解这个，或者统中会也是讲这个形成起来的学生自觉运动的组织化，啊是爱我去甲恁报告安尼啊。所以，伊嘛开始大声大叫啊！伊就批评救国团，就是会利用教官伫咧高中内面去吸收学生，加入中国的国民党嘛。啊，所以伊就大声批评。啊，这拢是犯大忌，因就是讲啊，这款人不能为你所用，啊，一定爱甲抓起来。啊，所以尾啊。
佫破不哩动，破到无期徒刑啦。李老师，遮阮徛的所在就是嘿，这个就是我较早的秘密基地吼，因为我迄阵做组长嘛，生意组的组长。啊，这个所在咧，就是空的吼，啊，我叫班长去外买茶房啊，每年放来，啊，甲订起来，订起来了做一个门，吼，啊，我伫内底咧写作啦、读册啦，哦，所以我册足侪。我离开的时阵，4大箱册吼，4大箱。李宇老师你好，请问阮即马伫倒位？这个区域叫做外野区，还是讲工厂作业区？啊，听讲李宇老师较早互人关伫遮，吼，是我伫这栋楼，因叫做仁爱楼，这栋仁爱楼我伫遮住13年，是这栋楼起好了后就入来啊，一直到离开吼，啊，然后尾啊警总就撤销啊，所以我伫遮差不多住上久的，破纪录的，无人比我较久。哦，但是为什么互人关伫遮？互人关伫遮，伊讲我叛乱啊，伊讲我要推翻政府啊，所以迄是啥物时阵的代志1969年，就民国58年2月，3更半暝去厝里弄门，啊，一堆人入来，啊，就我魏民成我拖起来，挂手铐，上日本啊，然后送去高雄，送去高雄关1天，第2天送去台北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然后就开始经过刑求啦，因叫做侦察啦吼，啊，迄个侦察的过程4个月，4个月后，因认为讲好，安尼会使起诉啊，所以就送来遮检察官收啊，压了15年。刑求迄个部分会当甲阮简单讲一下嘛？迄足残酷的啦吼。因每一个在负责侦办的人，调查员吼，拢有家己一套宝贝啦。所以拢有一套因家己研究，还是讲家己偏好的迄种刑求的方法。所以你听起来千奇百怪吼，百种、千百种吼，就是讲刑求的方法。我个人来讲，所有的人大概拢爱经过最低消费额，就是疲劳审讯。大家拢爱经过，上少2天，但是有一寡人，毋是2天会当解决的。你比如来讲我，第一遍迄个疲劳审讯是经过1礼拜，我1礼拜无困啊。迄礼拜内底，你若咧拄久，伊甲你叫起来，跑步一下，因各种方法拢有啦吼。啊，啥人我有哪个写袂出来？啊，你甲我讲，我写，问题是伊无要甲我讲啊。啊，要写啥？毋是写自别书，那自别书就简单啦。伊要叫我写组织章程，阮迄个统一中华会组织章程，夭寿啊！我都毋捌看过组织章程，我阁问因讲，什么叫做组织章程？伊讲你装傻，我就甲你删落去。过来就是这个坐变角吼，甲你烫到剩一内裤，啊，伫一个小房间内底放一块变角大地迄变角吼，啊，一个电风，啊，甲你靠伫椅仔顶面，用电风吹变角，甲你放伫迄间房间内底。迄阵都寒流过境哦，这第一种，啊，就是嘛写袂出来。过来用电话线吼，较早迄手摇电话，你迄种电话线，迄铜线，甲你伊甲磨好尖尖啊，插入去牙龈，哦，插入去牙龈啊，然后通电，啊，你规个人就规个家庭顺利啊吼。
我进行时出去拢假的啦，上下2排都是假的，就是迄阵整个牙龈拢互破坏掉了，组织整个破坏掉。我到30几岁时出去就一直落起来。好，安尼嘛是写袂出来吼。过来第3招，因叫做排保险啦。排保险就是安尼，手压到后壁咧，迄阵少年有法度人压咧扣掉咧吼，扣了了用手铐甲你扣起来，吊起来，吊起来，因为你安尼紧起来吼，你整个的身体的力量就下垂嘛，就痛诶。 2分钟3分钟你就昏去啊，嘛是写袂出来，因为迄个物件我都毋捌嘛，无看过嘛，伊就一直毋相信，爱写。当阵你几岁19。 19岁。好，来有一天保安讲，好了，这个我带你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是上来家。上来家的修啊，好，是安那会结束咧？因为阮迄个案头已经写出来，你讲虚实？许习图已经写出来，写组织章程出来。迄个组织章程当时阮哪有组织章程，我都捌听过啊。一直到坐牢结束，政党轮替，边啊上台档案公开，有一本这个政治档案在全台湾巡回，阮太太伫台南去看，看完突然间走转来我讲，你的判无期是蒋介石批示的啦，然后迄档案拢出来啊，迄科学图写的，有份组织章程呢，公布出来。迄个公布出来，我才知影夭寿啊，迄拢是刑求之下写。这份涂涂改改的东西，显然是伫掠了写的，并不是原始的文件嘛。既然不是原始的文件，敢会当摕来做证据？但是实咧，就是用这份文件判阮的刑，讲阮是叛乱。通常会并无足具体的这个组织嘛，这是拢刑求之侦讯的时，这个逼出来的，其中就是上歹份的就是柯锡图，是孤囝，老爸是公务员，结果去用刑求了后，变做精神错乱，迄款的吼，还佫有其他的这个例，迄嘛是伫1963年，嘛佫有一个军校，陆军官校，或者五兵军，嘛是有因的组织，你发电的迄落，去用掠，嘛是去用刑求，你真夭寿的就是讲，会用迄款的，足尖锐的迄个声音，放伫你的耳孔，刺激你的迄落，所以因尾后开始精神失常，所以这2个案例，一个是柯锡图，一个是吴炳坤，迄阵拢无精神医疗啊，所以拢是用政治犯去看啊，柯锡图就是即摆还搁咧看啊。拄则你有讲，你互人规伫遮10外工啊，你的爸爸妈妈敢有来看你？敢会当见到你？我，好，阮妈妈为着逐礼拜是拢会当来看我，准来台北食头路。因为你讲你互人掠的时阵，就是住伫厝内，半夜把你掠落去，爸爸妈妈拢伫厝内，所以应该是就紧张的。是啊，知影我这个人伫的，伊就袂紧张啊。是尾啊，阮妈妈去来台北，伫5条通遐，伊去找一个头路，替因煮饭啦吼。伊起来找这个头路了后，趣味的是，伊的条件就是，阮每礼拜是爱休困。头家就问伊讲，是安那人拢休礼拜，你来休拜四？因为阮后生用关啊，我爱去看。迄头家就感觉奇怪，是安那恁后生用关？就讲伊是叛乱啦。
啊，迄个头家就听着判断，我听阮母啊安尼讲，我就描述迄个情形了，迄个头家讲好，安尼好，你准大咧，你每礼拜四你拢去看恁后生。迄个头家是这种态度，所以伊阵大了，就是每礼拜是一定来。当然我代表还有2个姐啊吼，因有哪逐礼拜来，所以我的姐的整个过程是很被照顾的。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在这里坐牢，除了行动上的不方便、空间上的缩小，其实我一切都是很正常的。因为阮想要问的就是你是安怎维持你的信心？因为你互人关在家。我的信心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句话太多人问过我，因为我活得比他久，我一定活得比他久。你给我判无期，我活得比蒋介石久；蒋介石死了，我活得比蒋经国久。所以你真清楚你是爱对抗啥物？对，清清楚楚。你出家了后，听讲你有创办一个杂志，叫《南风》。对，南风。哦，你家。被背叛的革命。当初是为什么你想要创办这个杂志？这爱搁为头讲起，我袂记得我有甲恁讲过无？我坐牢的时阵，拄则入，然后内底一个先辈。已经关伫遐关年外，先辈，我讲，你既然来遮，你就爱心就定落来，爱做长期的控制啊，无可能互你足紧就出去啊。但是无管关5年、10年、20年，你心理上爱做一个准备，就是你出去了后要创啥？迄4门若开起来，互你出去要创啥？因为对阮迄阵所有的政治犯来讲，拢一个想法，国民党要倒啊！伊当时倒你唔知，可能1年就倒啊，5年就倒啊，搁较久的20年后伊会倒。所以你爱想会清楚，迄4门若开起来的时阵，互你行出去。你行出去要创啥？即摆想会好，开始做准备。因为你若无想会好，充分运用你伫坐牢的时间里做准备，你出去就会当直接行出来就去做。若无等候你出去了，你无目标哦，你这个坐牢的时间，就真正咧坐牢啊。好我真正甲一句话听入去吼，戆去想戆去想讲，我既然是因为学生运动去互恁掠入来，好我出去了嘛是，搁完成这样代志。这样代志无完成，烦恼好安尼厝咧，就咧分化去啊！我出去了后，就爱点较大拍，就一切我所有的规个过程内底，拢咧做为出去了后要做继续做学习运动做准备。南方杂志伊就是一般这杂志嘛是，甲因老爸老母讨迄落啊，讨讲。厝诶吼，咱大个厝，早晚嘛是要互我，所以你着先过命互我，所以伊摕落因兜诶迄间厝，才去银行贷款，贷款了后，就是去办迄个南方杂志啊，伊就是伫咧做迄个校际之间。来讲，一个学校搁一个学校，无同个学校诶，学生诶，即个杂志，伊诶意思是讲，你读政大，还是你读台大，但是你可能敢若知影你诶学校，你若毋知影其他诶学校诶代志，你就爱来看阮诶杂志啊。而且我看内底内容是嘛有做艺斗诶。对啦，因为拢学生写。我从来不过问编辑啦，
只有他们开编辑会议的时候，我坐在旁边旁听，征询我意见，我才说，要不然我全部放开来让他们制作。而且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是这个台大为准，呆，其中包括陈翠莲，你捌嘛？是。吴典荣，你捌？即马风传媒的总编辑，林佳龙，你捌？杜继文，对，即马现时也都在台面上的这些人当时都是南方编辑委员。第二就是讲，我伫南方杂志社内底，随时各学校学生拢会来，无管熟悉也好，无熟悉也好，拢会来。来了后咧，甲即马类似汪章良馆长，迄阵定来去的。伫迄种情形就串联起来，本来是伫救国团，也是讲国民党的政策是规个拢甲你隔离嘛，不可以有校际之间的联络。迄当阵是啥物时阵到啥物时阵？1986开始咯。86，对，党务运动已经发展到某一个高潮南方这边佫甲学生规个串联起来。那到偌久？就是学生运动的时间。到野百合就开花了嘛。野百合学院迄阵就是拄1989年、1989年天安门，中国迄边的天安门的这个运动，学生运动了后，就是台湾如果有这个少年学生，因嘛去要求一寡万年国会的老国代、老立委退职，所以因要求国会全面改选的时阵，就是还连这少年学生都已经有家己的这个资格，因用因学生这单纯的身份出面去要求，这对中国特性选出来的，或者国大代表，还是这个立法委员，都经过40年没有改选过，过来，国大代表只有他们才可以选总统，然后选总统的时候就是，中央政府就是要花钱叫这国台代表要选举选到蒋介石做总统，还是选到蒋经国的时，因拢有房子每个人都有一栋房子，迄就是总统会给你买票，这一种就是让很多年轻人没办法接受，因跳出来参与学生运动，这就是尾李建英所讲的。有这个台湾的学生运动，伊就感觉讲，唔免个伊去做他可以退下来，讲这历史，讲这故事就好他不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这种学生运动的这种火把，伊感觉经济拢有拖落来。阮知影你创办《南方》杂志，在创办的时阵，敢有拄到啥物阻碍，还是你敢有感觉有啥物人甲你干事？前几年促转会通知我去看政治档案，政治档案因拢因足体贴的，我整理电脑内底。我都知影讲，我杂志社内底包括志刚在内有12个人，因带3个要爸伫内底了这3个要爸互相拢唔捌因为因会互相检举，伊会甲检举，就表示伊唔知影伊就是了白互相唔知影了白当然因拢用化名嘛3个拢有领钱，一个月拢有领钱。因领我杂志社的钱呢，因搁再领外口遐的钱呢有时我看因的奖金有时比我发互的钱较济啦。拄则你讲有3个单位在干事，你是倒一个？调查局、警总、安全局
安全局对我来讲是较意外的。阮这份杂志有重要到爱安全局出面。啊，尾也咧分析啦，就是讲，因为学生运动吼是国民党惊弓之鸟，上惊的，上惊的。因为学生运动因足歹处理的，啊，过去用救国团来控制，啊，甲迄个年代来，因已经拢控制袂了。啊，第二就是我已经成功，逐间校拢会来，拢学生啊主动讲伊要设联络处，啊，迄阵规个大势拢建起来嘛，啊，所以因足重视的。1969年，因为一场虚构的统中会组织中庭，李玉遭遇55年的落脚岁月。伫外野工厂楼梯开的秘密基地内底，卡庙瘟疫的每一页，拢是伊思考的线索，互伊伫官场里解脱人格甲命运之间的关联。瘟疫迄本册咧讲的就是讲，因为黑死病，互一个城市规个封起来。对我来讲，当时的启示就是，我进现实就一个封城内底，坐落就是封城。啊，伫封城内底，你个会当去悟到什么代志，悟到什么代志，每一项代志你拢甲记录起来。这个记录内底，人甲人之间安怎互动啦吼，爱情啦吼，友情啦吼，无管你是什么种族吼，拢相像的。人性就是人性吼。啊，伫迄个人性内底，发觉伊的文学的价值吼。出家了后的李玉，摒弃串联校园，发行《南方》杂志。家己前半世人无法度实践的志向，总算伫咧新世代学生运动实现。搁再回到故乡台南，嘛是当初洪逮捕的所在。遮的人事物早就改变真济，毋过李玉对台湾民主的坚持到今无变。做一位威权的反叛者，思想的点火人，李玉的意志袂断，会一直延续落去。老师，我嘛想要请教吼，因为对你来讲，你理想的世界甲理想的台湾，其实要实践的方法有足多吼，但是你的选择是为这个咱讲少年朋友开始，你要去起造因的这个对台湾社会、台湾史的关心。吼，对你来讲，可能改革革命这个力量是伫个少年世代的身上，所以你要去做学运。我敢袂当请教你，就是讲你是安怎感觉讲你会选择学生的这个运动作为你的方法论？学生基本上较单纯嘛，啊，伫这个单纯内底，产生的迄个正义感，嘛自然就较单纯。啊嘛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无伫社会这个利益互相的争夺的时阵，因是一个清流嘛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我会认为讲，只有因才有希望。台湾嘛是已经甲咱证明这样代志啊。野百合，伊有法度人当时发挥迄个力量，当然社会有足侪条件产生因有迄个力量出来，但因是关键点，甲迄个舌头那个扳过来。咱那个看，我当时咧出国了后咧做学生运动的时阵，差不多无人支持我啦。拢讲学生无效啦，迄规工干那咧创啥多创啥吼。但是我就是做互恁看，我就坚持落去啊。有一天伊就出现了。这是咱历史内底已经互咱的展示伫个少年人
学生的因这代会当改造台湾的社会。像我咧办南方杂志的时阵，嘛是拢规个拢交互因去做，我无爱插吼，因为我已经唔是学生啊，我是甲恁点火的呢吼。这嘛是今仔日咱讲要做转型正义，我开始规个投落来吼，我是甲当作运动咧做的。所以恁大咧讲哎伤慢啦，安怎都安怎，无一项代志会当紧的啦。对。但是恁若无去做，就逐项拢无啦。做落去嘛，可能无啦，但是无做就永远无啦。所以今仔日我们搁较无闲，只要学校内底一通电话，我时间无充足，看我嘛拼去。走去花莲遐年远，我嘛是走去。来咱即马搁回头转来，课纲最重要吼，因为课纲已经办了，已经规定了呀，所以课纲伫高中内底是最重要。即马我规个拢在做高中老师的串联哦。高雄有一间高中的老师，迄一天甲我讲，伊教过的学生转来学校看伊，再甲讲伊伫学校去大学了后教伊学到的转型正义，讲互迄老师听。好来，这个老师足感慨的甲我讲。伊第一遍，互学生甲感动着，甲鼓励着，所以表示伊即个进程几啊年，每一年每一学期拢叫我去因学校，甲因讲即个课，是正确的。对。吼所以我即摆伫高雄办了一个活动论坛吼，就请一寡高中的老师。带因的学生啊，或者学生啊来表达因对转型正义的看法，因眼中的转型正义是啥？拄啊，老师所讲到的是教育的力量，其实是真大。教育者伊作为一个点火的人。我嘛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概念吼，嘛咱用这个机会分享给咱所有的观众，因为我家己嘛伫咧大学咧教册吼，所以讲我常常会看到咱少年朋友拄拄老师所讲到的，伊的迄个纯真甲纯粹吼，就是讲伊的迄种纯是一种正义感，也阁有对这个国家未来，也是讲个人的未来的一种无限。可能性的愿望吼，迄是伫咧因的目睭内底才会看到迄种光吼，迄个光是社会人吼较无的吼。我嘛想起着我家己吼，伫咧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吼，无论讲是厝内底的人啊，我碰到足好的老师吼，因拢有互我足侪机会，会当去读到课本内底无的历史。嘛是因为安尼吼，因甲即个民主的即个火种传来我的手的吼，我嘛就愿望我即马是提火种的人吼，我去点燃即个火，会当互少年吼，会当国家未来的主人吼，会当互因嘛会当摕到即个火种吼，咱会当做的就是甲咱所知影的拢讲互因知。因会当用因的方法去做更较好的一个选择也好，也是讲伊的一寡因会行出更较水的路。好，再一次感谢老师，今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，真感谢老师，谢谢。王兆谦，嘉义阮剧团艺术总监。用民俗元素融合现代剧场艺术，打造上较有台湾味的台味戏剧。互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到阮剧团的一个艺术总监啦，王兆谦吼，咱的一个足少年吼，嘛是一个长期咱台湾的这个社会吼，咱大家人拢足熟悉，是为这个全台剧的创作甲展演吼，这个方式开始吼，为家己是红遍这个全台湾吼。即摆吼有一个咱讲这个新剧吼，其实是为这个陈文成的这个事件来做这个改编的吼。你敢会当讲看卖吼？
吼，伫个即个就即个1981年即个白色恐怖后期，伫个台大发生的即个事件吼，你是安怎有想讲要来用即个主题来做即个剧？是老师哦，我看老师拄则其实小解较真好，因为其实阮这团其实介趣味，伊其实就是一群家己囡仔。哦，家己囡仔伫咧台北读书的时阵，其实讲意识着讲家己的故乡可能艺文这地哦资源较无大都市遮济，啊，迄时阵其实咱伫咧读大学迄时阵，就决定要转来家己舞这个剧团。啊，其实一开始要舞的时阵无资源嘛，啊，你伫艺术大学其实学较侪物件拢西洋嘛，因为伫台湾咱学真侪物件拢是外国的物件，哦啊，所以一开始阮的应该讲阮有一个策略啦，哦，策略就讲一开始咱的资源，咱的创作资源无遮多的时候，咱会透过改编的形式，豆啊、渐渐啊，甲一寡较经典的物件，反正讲咱在地乡亲会当接受的，透过改编小解互咱在地乡亲，但是有意识的透过这一年的累积。甲这原创的比例渐渐调好悬，一直到拄则老师讲10点迄个时阵，已经基本上伊是 based on 咱台湾的五大基啊，但是基本上99%拢是阮家己咱编剧郭敏伦伊家己创作的，就为改编到原创而且迄个过程当中，像老师拄则讲，你嘛会发现讲，就是讲一开始阮就知影讲家己要做本土的内容，但是你毋是讲一开始做本土的内容，你就底开有遮饱，所以需要一步一步来。其实老师拄仔讲。像陈文成的这问题，其实迄是有意识咧做的，就是讲，我感觉过去一个阶段的阮剧团，阮算是咧储备家己的实力，就是讲一个剧团，你基本上咱做 production，你的遮的物件功夫拢有在，有在了后，其实我就准备讲，因为像我是1984年的，咱讲7年级生，我即代咧看就是讲，以我的生命来讲，我活过戒严，伫阮10岁进前，阮是经历过迄个天安门事件戒严所以我是填鸭教育的尾巴，体罚教育的尾巴。但是过去咱台湾迄个较压力的迄个时代，阮捌经历过。但是你对未来，就是阮讲较新一辈网络的世代，阮嘛个应该接袂掉。我有感觉伫阮即代，阮有感觉讲一个使命吧，就是讲过去其实咱台湾有真多，伊讲历史其实阮。细汉读册毋捌读过，迄拢是大汉了后，慢慢渐渐你看一寡资料，你才知原来咱过去有遮个故事安尼。我感觉讲，以阮遮个团队来讲，我有一个愿望吧。我希望讲透过咱的戏出透过咱的册展也好，来甲咱台湾过去遮个文化内容，用新的方式来甲消解，互咱当代遮个台湾的甚至不只是台湾的观众朋友。所以陈文成的这面的演出，其实伊是算讲是延续这个脉络。就是为西洋到咱本土，到本土了后，咱个转落，渐渐转来到咱的历史，来学一寡咱认为逐日来探讨甲讨论的一寡议题，不管伊是历史还是讲其他的方面安尼。我感觉这是最有理想性，而且是有目标，而且你阁有用你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，你有设定你要安怎行吼。作为一个过去你是团长嘛，即马你做这个艺术总监其实你拢有你家己的迄个你要行的路。算讲是来主持一个较大的方向。有影吼，今日就感谢玉谦来到咱的现场，甲咱的观众朋友分享咱剧团。伊毋那是我感觉伫个少年辈就成功，嘛是伫个咱未来咱台湾的这个剧场界吼是我感觉上水的一条线哦。多谢老师，我继续加油。多谢老师，谢谢。少年时的杨碧川真爱读左派册，对威权统治反感，常常批评国民党。也只是学生的伊，竟然怎互人逮捕？政治人员阁要求伊写假组织犯罪自白。少年杨碧川就安尼被送去火烧岛一家。伊日后的人生到底会变做安怎？后一集咱来看杨碧川的故事。